哎呀，因为业绩无介好呢，吼。是啊，无人破病安尼嘛是好代志啊。是啊是啊，嘛袂当安尼想，咱嘛是爱食饭啊，对啊。咱用较中稳的方向来想看卖，啊，你无破病，咱嘛是在顾筋骨啦，对不？够健康。啊，食一寡补品，对不？保养啦啊，，是咱卖一寡别个营养品。哦，营养品袂歹哦，袂歹哦。这是安尼啦，你病院名声会拍出来嘛，吼。啊，咱这照顾病人，好像照顾咱亲人共款。是啦，是啊，所以人家上一边啊，视病犹亲。哦，即讲亲人共款嘛，咱就服务好，甲病人照顾好，是自然，毋是讲生理好歹的问题，自然人会为遮来。是的，是的，不管是破病艰苦，还是要保养，拢会来嘛。对。我希望咱大家认真拍拼，有一天咱去大病院，好不？好，去大病院。安尼破病，破病，较骨力嘞。丁小姐啊，小奈吼，安那我是邢小姐，啊，我是邢小姐。你邢小姐，反正我记唔到邢小姐你好。安那你呢？医生，我感觉我腹肚无爽快。无爽快，哎呦，这素兰小姐，你是安怎？你嘛是大概？啊是。我昨做一个面盲，梦中一只牛咧食草。牛食草，啊，我知，吼，我学过解梦吼，啊，医生咧讲啦吼，恭喜吼，迄牛咧食草吼，表示讲吼安宁吼，加富裕，吼，安尼表示你赚大钱，我呢哦，赞。我话还没讲完，你在插话哦。啊是我病人，你病人啊？你有敢尊重无？好的，我甲你解释一下，阮这阿阮医师吼，伊这解梦毛基减有学安尼啦。无啦，无啦，医生，我你解释一下哦。迄我是吼，平常是有一寡的吼兴趣啦吼，啊，但是吼，我嘛是对家己的专业吼，嘛是吼。若无叫你开嘴，你搁讲话，就叫你出去。你这个创啥货啊？我敢有叫你讲话？慢想，解梦迄代志咱甲放好袂记啊，吼。啊，今仔我感觉今仔继续艰苦安尼，搁煞些呢。我拄则梦讲到一半，你就插话啊！有。其实哦，我梦到迄只牛是我，我梦到我家己变做牛咧食草。这无代志，这民梦人啊，这无啥物嘛。啊，毋过碰医师，啊，我真是了。洗面的时阵，我发现我嘴内底拢是草的味啦。你无可能，这绝对你是想者无可能，啥物免烦恼，这无代志啦。毋是啦，姑娘，碰医师，你听我解说啦。喂，因为我困的时阵吼，暗时啊困拢爱除草树啊啦。哦，啊，毋过今仔精神的时阵吼，我甲阮兜迄块草树啊吼，欠一角。欠一角，欠一角。哦，那安尼就要小可烦恼一下啊。哦，这款的可能有较严重小可哦。哦。不过我是感觉吼，你毋免伤烦恼啦。你看迄一只牛吼，平均一工会食10斤的草，啊，毋是生甲遮粗养着。哎呦呀，你袂当安尼讲啦，牛死的胃啊，所以食较济草嘛，法度消化啊。你是无啦，即摆的人哦，拢无咧食肉，啊，拢食草啦。非得安尼嘛，可能会较好啊，吼，袂互身躯造成足侪负担嘛。对，我是感觉吼，你拢唔对啊吼。这牛吼是吼食迄个纯天然的草吼，啊这草树啊吼，这是加工过的，迄食加工的物件吼，对人体较无好嘛，对无？你是咧，这吼咱来食自然的物件嘛，对无？吼。不是这意思，意思嘛，伊其实是你够你，都是食天然的草，食到现在臃肿的心。你来，阿弥陀佛，你来看会出来。我跟你讲，我是来看病的呢，毋是咧听你讲遐有死啥的，好无？是啊，恁两个嘛差不多咧。慢病人咧，搁伫遮，恁无拄安尼开讲啊，那个你素兰小姐安尼歹势吼，因为伊拢嘛甲听，啊，你即摆来我安排你去抽一个血，做一个全身躯的检查，安尼后礼拜再搁等下看报告，安尼好无？好啦，好安尼，好，做安尼。顺
恁有看到无？哇！要做医生哪有遐简单啊？无简单恁都要加加学挂。医生除了爱看病以外，还佫注重这个病人的这情绪问题。世界当用个人为不乱，对对知唔知？加减少学一下，吼。对，实在是足钦佩的。专业嘛不好。叫后壁的病人。好，来后一位来请吼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这种偏医师。哎呀，啊，这啊，撇脚啊，好啊，真久无看，我哋真一届来看，真个你叫我啥？撇脚。我是素兰。那有可能说咱拄则在看刷去抽的检查尔呢？我迄个是撇脚啊！啊？秋会迄是撇脚，你无看电视哦？阮两个已经变面啊啦！避免。哦，知你两个交换艺术，因两去 Facebook 啦， Facebook 不啦，哦，我知道画面啊，画面啊伊。拄啊，迄个有好笑呢。是。恁两个换过安尼？好啦，我唔管你是迄个素兰，还是撇脚拢好。哈！你遮久遮年来，你免去拖遮久遮来嘛？你讲你想要有较好的身材，迄毋是讲来看一撮都我都做甲够嘛？对啦，虽然讲阮偏医师哦是 pro 的，按讲你嘛较骨力的啊，这是长期的战争嘛。对啊。迄支是新来的德国的，会讲你哦。得过啦，你甲我过来。这是啉医说说啊，我迄出的时阵你是看过，你一个样你这，一个样你紧转来啦！好啦，迄个，毋管你是素人，还是迄个撇脚吼，莫遮尔歹吼。伊即摆是咧甲你提醒讲啊，你经营安怎有照阮讲的咧做无？安尼啦。有啊，拢有照你讲的做啊，啊早暗嘛有量体重啊。安尼真好啊！我之前就讲过嘛，爱想要控制家己的身材，迄体重爱特别注意，爱先管着体重的变化开始，对不对？有早晚早暗拢有咧量，啊就是。啊，真正有咧流血嘛？是啊，甲顶一摆看起，你啊，你顶一摆看20年前啊？哦，无，我甲你讲，你即摆看起来差不多5-6公斤咯，吼，你也照偏医师安尼讲吼，应该是无可能安尼啦，吼，我是感觉吼。迄连讲完，你甲我过来。哎，这边。我是茶叶蛋。赶快落来。茶叶。你这粒原味吼无遐白。你意见哪遮多啊？你哪知影5公斤啊？你是牛过哦？啊，这边甲我称一下啊！歹势啦！你，赶快去迄边徛落。好，我去迄边徛。过来啦，紧啦，别个讲话啦。哪会拢袂使？安怎你心情是无好笑啦？心情无好你会安怎啦？我讲到我，咱应该少一个，啉一个。啉一个，心情歹来啉一个啊，毋是？啉酒哎呀，唔通啦！所以你心情歹就啉烧酒，你若烧酒搁啉落去，会继续大哭。我跟你讲啊，我看伊大家拢有咧啉的，无。来，恁进前，咱甲迄个交代，恁搁甲讲一摆来。哦，爱注意的代志。对，像我吼，平常时吼，因为我较爱食，对吧？我拢爱逼家己爱运动啊，对吧？我逐工拢有运动，哦，我拢徛，徛咧坐公车，徛咧坐捷运，啊，捷运落来搁行10分钟到公司，啊，毋是规工拢有运动。哦，你本来是要讲徛，我都卖讲徛，对。我本来是讲要徛 U bike。其实除了运动以外，我感觉爱加啉个水啦。加啉个水哦，咱身体新陈代谢，新陈代谢会较好啦嘿。啉较侪水哦，较袂闭结。对啊，人嘛较袂大哭，较健康啦。对啦。你一定拢无闭结对无？对，我问你哪知？再像安德哥，一
一支搭底安尼。对对你来讲遐济啊，有啊，水有咧啉啊。透早啉咖啡，下晡啉茶，暗时啉酒，是倒位无咧啉？遮济水。哎呦，你嘛较拜托。白滚你讲的是白滚水，你啉一个遐饮料啦，佮糖糖的啦，你袂散袂落来啦，喂，结果较大苦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你千万唔通食迄甜的，迄甜的物件吼，迄热量都足悬，你知无？对，甜的咸酥鸡啊，吼，迄些咩薯条拢卖食啦，无食无就是食，饭啦，吼，啊是迄米粉啊，早顿无食，饭无食，面无食，啊拢无食，炸鸡也无食，薯条也无食，我跟你食火锅2顿嘛呢。就甲你讲，你爱运动爱啉水吼，迄油咸较莫食咧，你拢无咧食火锅咯，无怪你拢袂瘦。好，恁讲足多，拢讲也无讲到什么重点嘛。我爱食啥，敢有差？你拄仔讲唔通食，我也无食，叫我啉的我也拢啉啊。喙伫我身躯顶，我爱食啥就食啥啊。你这意见拢无效啊！你你搁走，你无讲意见，你搁走。你实在有看好你好好讲啊！爱讲你来看医生，我是为着你好。再甲你讲啊，你莫食，你可能唔通啉。甲你讲，你搁遮尔啊歹。搁要一杯哦。好啊，我怪你拢无变真，我愈来愈大苦。看到你，我实在感觉蒙阿波放炮。第二句俗语，请聊。好来，咱进行甲交代，你搁甲讲一摆。是。像我们讲的，你讲运动运动啦，运动。我溜啦。对来加啉个水啦，啉水这咖啡茶酒了你们啦。哦，迄唔咸酥鸡啦，饭啦，拢卖食，迄汤拢卖食啦。我无食啦，食火锅啦。你食火锅上该食咱的啊，你唔食火锅。啊，你讲规波拢无好，徛起来，行，你头先行。我医生是可以甲你讲，啊，你大细声无叫阮讲安尼做，你家己要食你的，啉你的，啊，你大口要怪阮。会快转啦。我看你这真正是蒙阿波饮大水，拍过来。来，这个戏剧演煞，大家听到2句俗语。拢伫蒙阿波呢。好，蒙阿波有关系。你讲诶，你不管是撇脚也好，还是缩烂也好，来看病，毕竟无咧听医生的交代，无咧听是因为伊讲找我，我要食啥阮兜的代志意思，所以伊袂散。所以第一句叫做蒙阿波放炮，第二句叫做蒙阿波饮大水，第三句叫做蒙阿波夜家去。喂，无第三句啦。头前2句来，要蒙阿波放炮的举手。蒙阿波放炮吼。我OK。我们分辨。咱做伙。咱三一个，好来，美女在中间呐。蒙阿波放炮。丁小姐，你先啊，是蒙阿波放炮，惊死人。真简单啊，对啊，因为我敢若死人尔，啊，你来遐放炮是惊死人啊。对啊。甲观察底放炮意思要共款，你想法是安尼？差不多。应该都安尼入来，那嘛是差死人惊死人，惊死人。差。所以恁这边是要蒙阿波饮大水。啊，不过我唔知什么意思呢。所以我刚刚想讲差死人，惊死人。啊，无饮大水，啊，就敢若当饮死人尔。对啊，饮死人啊。那拢甲死人有关呢？那老师，答案是对一个。咱放炮的时阵会足吵，所以也讲碰时放炮，咱讲有足吵。不过你若去蒙阿波放炮，是专门吵到遐好兄弟啊，所以蒙阿波放炮是吵死人。就像他有讲过吼，火葬场的大鼎，火葬场的大鼎嘛是咧吵死人。他碰过讲的棺材底放炮，因为咱他碰拢是啊离较远，不过你若住棺材底，迄惊死人。会惊死人，所以这小可有分一个吼。啊，蒙阿波饮大水吼，因为蒙阿波拢是蒙，啊若饮大水，迄蒙拢会湿。啊，湿甲湿吼，两个音较活，一个喙根，一个喙尖变湿，啊蒙湿变蒙，湿变湿蒙。所以蒙阿波饮大水就是湿蒙。啊，碰医师甲你交代遮济，结果伊拢无做，啊，结果搁
逐顿食火锅，啊，搁啉酒、啉有糖的饮料，还碰医师真正有够失望，所以应该是王阿波饮大水。哇，我有对，我有对，今天开智慧啊吼，对啊，方式是失望吼，对唔对拢无要紧，对唔对无就不想知，或者两句拢学下来，感谢拍破过来。